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全赞美你，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蛇年上尾一个礼拜日，咱真欢喜伫咧遮会当甲兄弟大家相见面，咱来进行咱今仔日的会前祈祷，咱来阿罗上帝出声吟诗来。出声吟诗来阿罗主显明，也提上主。感谢主你的听，我主耶稣，但求你充满我，让我最终还我罗波索，大音哈利路亚，哈利路
感谢主你的听，我主耶稣，若求你充满我，予我嘴唇欢呼落无线，来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落敬拜你生命，来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落敬拜你生命，哦，落敬拜你生命。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咱进行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咱来感谢俄罗上主，伊是万主的主，独行其事，创造万物，公义甲慈爱。相时咱嘛来认罪悔改，来悔改归正，来敬畏上帝。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拜拜兄弟，我们三教主持在你的面前来欢喜，我们来你要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听的主，你也是听祈祷的上帝。主你的引带，你的带领，互阮脚步拢行四正，阮迄就感谢。你过去一年，你的带领，互阮教会经历侪新的事项、新的经历，互阮的会友更加同心，阮迄就感谢。要上帝伫个过程中间，阮也有阮的软弱，你教互主的名，无你教也无久，阮迄就求主圣神也赦免阮的软弱，帮助阮更较有体力。让用主你的话来行阮的生命，愿咱的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继续咱来医治甲透房的祈祷，咱邀请主耶稣成做咱每一个人，咱的灵魂、咱的思想、情感、意志甲身躯的主，将你所有的烦恼拢交托给主。相时嘛，欢手伫你的胸坎，也是你带病的所在，向主来祈求。互家己会当来疗愈伤害过家己的人，相时嘛求主的疼会当充满，医治咱的身心灵，会当互主用主的疼去疼遐个伤过咱的人。咱开声来祈祷。主，我当心来感谢，我们出声来感谢，我对我的上帝。爸上帝，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上帝，你也是享受阮活命的主上帝。主，阮的灵魂、阮的肉体、阮的思想、阮意志、阮所有的，你拢做阮的主。阮恳求上帝圣神，你进入阮每一人、阮每一兄弟的身体、灵魂内底，成做完全的主。爸上帝，阮恳求圣神，你来怜悯，你来医治阮所有兄弟的辛苦病痛，无论是肉体、心理的，阮拢恳求上帝圣神，你的疼、你的医治临到，互阮每一个人，阮的心灵拢会当个勇壮起来，会当来用主你的疼来回应，来听阮的厝边、阮的隔壁，阮献上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为今仔日主日来守望，咱啊做伙为了牧者牧师，咱的今仔日是咱的宋牧师来咱遮来讲道、来分享、来开帖上帝的话，咱也为所有的中职团队，甲即礼拜要参与逐项服侍同工来守望祈祷，求主温故赐落属天的气力、宽病，互所服侍的事工会当荣耀主，互人得到利益。咱由愿开声来祈祷。主你来听我的祈祷，你是永远的上帝，我们以你的形象来活着。爸上帝，你是看过宇宙万面的上帝，主，阮也将阮今仔日下礼拜仰望交托伫你的手里，恳求圣神甲阮伫内，甲阮每一位会友伫内，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你。
透过宋牧师所开帖你的话语，互阮灵命会当得到成长，阮灵命会当甲主相结连。恳求主圣神你来保守看顾，一日礼拜虽然是过年的假期，大家兄弟出入。求主圣神悠然看顾平安，一切的服侍，一切事工，拢会当伫主你的引带下面来完成，互领受，互人领受主你的福音，会讲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认捌你，愿献上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为了今仔日有几项代志来祈祷，咱感谢主带领用生命记来成做今年迎接新年的祝福。嘛，为着后主日开始的约翰福音的强读来代祷，会当成做逐人甲主耶稣关系更较亲密的祝福。第二，咱为了传播基金会的事工甲运作来代祷，毋但会当解决换新，更较会当互全长老教会伫媒体的传播顶面更较完整，更较健全，有更较深的影响力。咱为了这来献上祈祷。主求主你来开阮的耳孔，互我会当听起你听堂的声。伫牧师来引导，上帝，阮感谢你，透过牧师，透过同工，伫过去这段时间，你用生命记搁一遍提醒我，阮要遵行你的教示，来领受对你来属天满无限的祝福。阮献上感谢，继续阮也要用约翰福音的强读，继续来明白主你的话，求上帝圣神带领，互更较侪兄弟愿意伫透早6点半，就来领受对你天里来的美牛，互阮新心灵每一天拢得到把助，得到永壮。阮恳求圣神你来带领，互阮传播基金会的所有的事工，拢会当顺利来进行。互因所做的事工是要来扩阔福音的角度，求圣神你加添，你也赐福因的所欠缺的，互因所做的拢会当成做水的脚业，来荣光主圣名，互福音的角度扩阔。原来献上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最后用祈祷文来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伊是荣耀的君王。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吟全首。
甘心来祈祷。荣耀的上帝，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掌管万有的王。你的名伫全地是何等的水，你的阳光充满宇宙，你的恩典满满伫人间。我要举手阿罗你，关声唱歌称颂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愿一切荣耀、尊贵、权能，拢归乎你，直到永永远远。主啊，伫这个过年的时间，我要向你献上敬拜甲阿罗，感谢你带领阮行过去的一年，无论有喜乐，或者是有挑战，你的圣手时时来扶持阮。主啊，当新的一年开始，我要将阮家己甲所爱的人交托伫你手中，求你赐下对天来的平安，进入每一个家庭，互团圆的时刻充满着疼甲疗伤，互破碎的关系会当得到医治。愿你伫新的一年当中赐予阮的脚步，互阮做代志有智慧，有敬畏你的心。伫工作中得到稳定，伫学习中得到智慧，身体勇健，日日经历主的同在。主啊，我嘛要求你祝福阮的国家甲社会，互公义甲和平临到这个所在，互人的心归向你，彼此相听，互相扶持。愿阮伫新的一年内，毋但领受祝福，嘛真做祝福人的器具。将你的疼甲愿望带予身边每一个人。阮阁一摆献上感谢，感谢主听阮甘心合意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启应文，咱即摆来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49篇，就是以赛亚书第55章。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散赤人嘛来买来食，来买酒，来买啉，毋免钱嘛毋免银。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面，那着用路口赚的钱买食袂饱的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享受上好的食面，互恁满足。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趁伊困我的时，就来求救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不义的人就放杀因的计谋，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就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白白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天比地加远，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润泽土地，互五谷不义大长。要互野种的有种子，互人有美牛。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空倒转来我遮。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田野的树木会拍蒲啊欢迎。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香撇，有草刺的所在会发石榴。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
要做永久不灭的记号。所以咱来请献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荣光归主》。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16到21节。16节，古早上主伫海中造一条路，伫大水中间一条大路，伊召灭战车、马、军队、勇士，甲因拢拍落去，袂当阁起来。因是消灭，亲像电火全部化去。上主安尼讲，毋通只有为记得过去的事件，毋通一直想念古早的代志。我咧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减毋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野兽拢会尊重我，连豺狼甲刀鸟拢会尊敬我，因为我有旷野有水。
伫打扫的沙漠有河，互我的选民通啉。即个主名是我亲手做的，因为称赞宣扬我。以上，所以咱要请宋生游牧师来讲道。宋生游牧师是团埔基金会董事长，甲咱雾峰教会的牧师。那伊要讲道的题目是一项新事，一项新事。陈牧师，咱迦南教会的中一同工，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正感谢牧师甲咱同工的接纳，互阮有机会伫即个所在，大家人来请安。对第一遍有机会接到陈牧师的电话，甲伊做伙同工，就感受到牧师真正是一个非常温柔、谦卑、有智慧、阁有远见的人。甲咱的中职同工第一遍咧讨论即个投票的代志的时，看见咱的中职同工是非常用心、负责任，为着教会进步咧导步。今仔日来到咱的礼拜，看见大家人为着教会大细项事、教界大细项事做伙咧祈祷，我的心真实非常的感动。看见咱迦南教会真正是有信、有听、有仰望的教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阳光的大主宰。当阮咧唱阳光的时，阮知阮真实是软弱、卑微、小看佮不配，总是伫你通过耶稣基督对伫阮的呼召佮竞选，阮只有一项事，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要做伙将福音遍传伫即块土地的顶面。所以，阮恳求你帮赞，互阮每一遍会通甲你相亲近的时，你拍开阮的心门，互阮听的甲讲的，平平得到祝福。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今仔日咱所读到这段经文，实际上应该毋是一个真青分的代志，因为常常咱咧鼓励灵心倒退，或者是咱拄着真侪恶担当的时阵。咱拢会用这段经文互相来劝勉。回顾这段经文的背景，咱知影，伫以色列这个联合大公国分裂做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的时阵，咱知影北国以色列互这个亚述帝国来攻占，南国犹大互这个巴比伦帝国来攻占。咱会通想象，今仔日咱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当南国犹大被消灭了后，巴比伦帝国将真侪遮的精英掠去到伫巴比伦，伫遐徛起，伫遐巴比伦做奴隶者的人，因有机会会通倒转来到家己的家，上帝所赏赐老年老密的土地，遮互掠去做奴隶的人，有机会会通转来家己的故乡。无需要请问大家，咱想象一下。会当转来家己的故乡，是欢喜快乐的事，还是悲伤艰苦啊？欢喜快乐，无毋对，我甲恁想的嘛是共款。当我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我想，互掠去到伫巴比伦做奴隶，绝对是艰苦嘛。所以因有机会转来到家己的故乡，应该是欢喜快乐的事啊。但是有可能所拄到的代志，甲咱原本所想象的。了了无相款，对无相款。当遮互掠去到巴比伦的人，第一，因需要面对原本上帝所赏赐因老年老密的迦南地，面对这块土地应允的地，可能因心内会艰苦。迦南地是安怎形成？是上帝呼召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因辛辛苦苦突破重重的艰难，逃离埃及人的手，经过旷野，经过沙漠，打败遐的原住民，因所起造的地啊。但是即摆啊呐，已经互人走不去啊！敬拜上帝的所在嘛，互人拍废去，
有可能面对迄个土地，心内会艰苦啊。大家人敢有印象？2009年伫南部莫拉克风台，将一个船，规个船甲凿灭，倒一个船。哇！恁大家人真正印象真好，小拿船啊！毋知今仔日已经是2026啊，对无？代志已经经过27冬久，毋知大家人阁有印象啊？17冬久，毋知大家人阁有印象，还是恁阁有去小拿船看卖即摆是生做啥款无？有去过吗？当我还搁伫有人去过吼。当我还搁伫新学院咧服侍的时阵，有一遍甲老师同学做伙去小拿川啊。小拿川伊伫较半山坪的所在起一个小拿川纪念公园啊。啊，讲是纪念公园，就是将小拿川的住民，逐个人的名刻伫即个牌仔顶安尼。伫顶悬搁较因古早咧徛起的所在叫做五里埔，起一间小拿川纪念博物馆。啊，起即两个伫小拿川的溪畔的对面啊，是为着啥物？会当徛伫迄个所在看原本因所徛起的所在。原本徛起的所在，即摆剩啥？剩土石，搁有一支水塔。吼，迄支水塔佫会当认出吼，可能迄是学校所使用的迄支水塔顶顶，其他全部拢无。即个人待伫土石内底，全部拢无去啊。所以，甲阮导览的迄个导览员伊讲，当每一遍伊徛伫半山坪小拿川纪念公园，咧面对原本因所徛起的所在，心中个流目屎。了，亲爱兄弟姊妹。互掠去到巴比伦的人，咧回想当因要离开原本上帝所赏赐因的家园，迄个敬拜上帝的所在被毁坏，想到即个代志，敢袂艰苦吗？第二，伊毋敢若是面对永远的土地，心中会艰苦，佮拄着因爱面对人甲人的分离啊。这被掠去到伫巴比伦所在的人，绝大多数拢是勇士，拢是壮丁啊，老弱妇孺无可能互带去。所以掠去到伫迄个所在的勇士甲壮丁，有可能啊袂赴将伫烧台中间死失的同工兄弟姊妹，将伊好好安葬，袂赴甲伊的亲人来讲撒尤那拉。伊讲互掠去到伫巴比伦啊。想到过去遮的亲朋好友，敢袂心中艰苦吗？大家人应该阁有印象，几冬前台南有一个大地震，有一栋大楼倒去，倒一栋？维冠大楼啊！牧师本身是台南人，我徛伫迄个维冠大楼迄条路咧看即个厝体的时阵，头壳会戆的。你会感觉讲，哪有一栋大楼安尼用不可思议的方式倒伫咧涂骹，徛伫迄个所在看，佮甲有去过即个921地动的亲邪有共款，徛伫个所在咧看，头壳自然个会戆啦。我的牧师娘是迄个时阵伫迄个学区内面的辅导组长，学校内面的辅导组长。维冠大楼倒去的时阵，迄天透早，我开车载牧师娘去所有台南的病院，咧敲出伊的学生。伊的学生总共有16个囡仔住伫迄栋大楼内面，有9个过身去，心内真艰苦。因为其中一个过身的囡仔，有一遍我去到因学校咧带即个夏令营的时阵，阮还阁甲伊做伙咧佚佗开讲。因兜有6个人。敢若剩一个阿姐伫外地咧读册，所以牧师娘将阮伫迄个夏令营，甲伊个小弟所翕的迄个相片、甲影片烧做光碟，送互即个阿姐的时阵，阿姐流目屎。伊讲因兜啥物货拢无啊，伊的亲人嘛拢无去啊。这是伊唯一会当孝念伊小弟的物件。面对人的死失甲分离，咱总是心内极其的艰苦，何况是遮个人，因连纪念原本因的亲人的 CD 拢无啦。
第三，有可能即个故乡本身就是一个真大的惊吓。咱想讲，因会当转来到因家己的故乡，应该是真欢喜的代志。总是伫迄个中间发生有真侪无相款的声音。大家人若阁有印象，对主前606年、05年，陆陆续续，迄个时阵，约雅敬做王的时阵，但以利共掠去到伫巴比伦啦。所以对605年、06年开始，陆陆续续阁有人被掠去到伫即个巴比伦，到伫因第一遍，即个圣城被毁坏是587年。到伫第一遍会当倒转来到伫家己的家园是537年，其中68年的时间，讲长无长，但是讲短无短，将近70年的时间，掠去到伫巴比伦的人有可能安那？第2代、第3代，搞不好连第4代拢有安尼。遮的人为什么会反对？阮个伫遐已经好势好势。阮伫遐徛起嘛拢 OK 啊！阮伫即个所在叫做现实，等于到伫迦南地叫做传说。我现在是非常现实的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要等于迄个爸爸、阿公、阿祖的土地？为什么？伊感觉心内无必要呢？过去我的阿公。阮的家族其实伫高雄、美德乡的所在，嘛是介大一个家族，规个庄拢姓宋。阮当伊扫墓的时阵，迄个墓厝顶悬写，我是宋家第26代的子孙。所以阮家己即帮新春团拜转来人差不多300几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我咧想，若是有一天。我的阿公当然即摆过身去啊，伊甲我讲阿幼啊，啊无你转来吼，高雄美德村的所在，甲阿公做伙徛起好无？我嘛会想咧，我头前30年的时间拢伫台南的所在，我的朋友伫台南，我的即个工作伫台南，我所有一切生活拢伫台南，我为什么要转去美德的所在？遐我无真熟悉啊。朋友嘛无伫遐，资源嘛无伫遐，可能咱会安那，咱会真咧想咧，迄是阿公徛起的所在，敢是我徛起的所在？无得空。所以，遮互掠去巴比伦的人真多，是反对要转去即个迦南地啊，何况因转去迦南地是安尼，逐工翘骹、捻喙手、看电视、捕土豆人吗？享受过去祖先留落来祖产吗？咱头头讲上敬拜上帝的所在已经被糟灭了，所以转去是安那？现在重新起造圣殿呢，无遐简单，毋是等于已经有祖产等候我听候我咧继承的，而且伫迄个所在，撒玛利亚人、阿拉伯附近有真侪部落是无欢迎因转来。若是安尼，我要搁一遍问咱大家，因感觉对伫互掠去巴比伦的人来讲，转去上帝所赏赐留年留日的土地，是欢喜快乐，还是悲伤艰苦？有可能甲咱所想象的无相款，就是因为因要转去家己原本的家。起造家己的家园，有真侪人是反对，有真侪人是无愿意，甚至有真大的挑战，还搁咧听候因啊。所以因毋敢行即条路，因感觉我伫即个所在，我已经真舒适、真好势，我无需要搁开费真侪心神来行即条路啊。所以上帝才会通过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以赛亚书咧甲因劝勉。讲你毋免烦恼，做恁行就对。所以咱对今仔日的经文要来看卖，到底上帝怎样来帮助遮的兄弟姊妹，互因毋免惊，做因行。一开始，
上帝甲因讲：恁毋免惊吓，上帝是安那？上帝亲像咧演一出戏共款。咱知影暗时吼看8点档，大声即个电视拍开，头前10分钟拢会做啥？前情提要对无？哈，前情提要甲你讲过去发生啥物代志嘛？这上帝嘛介趣味啊！伊嘛咧甲咱讲吼，头前吼，恁遮个人可能袂记了吼。来，我先甲恁讲头前发生啥物代志。我使用台语汉字本的圣经16节到17节安尼讲：耶和华伫大海中开路，伫大水中开路，互车马兵丁勇猛的人拢出来，因做一个倒落去袂阁起来，因灭无亲像失去的火。古时候，上主在海洋中开辟一条通路，在浪涛中造一条大道。他使一支强大的军队、战车和战马都毁灭。请问你敢演倒一出啊？出埃及嘛，对吧？好，伫大水中开路，伫大海中开路，出埃及啊！迄离因偌远，迄是出埃及迄个时阵的代志。但是上帝摕出来讲啊，为什么要摕出来讲？当初时，当遮的犹太人要离开埃及的时阵，迄敢毋是因人生上大的困难吗？当因有机会要离开埃及的时阵，开始走到大海的头前是安那？大海啊，后壁是堆冰嘛，所以后一步是啥？后一步就是死啊！你若无，你就跳入吞海；啊，若无，互后壁的人甲你扑死，倒一个是你的选择？迄敢毋是人生上绝望吗？等死啊！伫迄个前无步、退阁无路的时阵，上帝出手啊！竟然互一个无可能的代志，照圣经所讲，伫大海的中间为因开一条新的路啊！你甲因讲，上帝怎样伫过去帮助恁的祖先，现在我也伫恁的中间要怎样帮助你？但是这边倒变，古早是伫大海的中间开路，这边倒变讲，伫沙漠的中间开江河啊！要甲因提醒，我是恁阿祖的上帝，是恁老爸的上帝，嘛是恁的上帝。前情提要讲了，刚好随讲谢谢收看。无呢，18节安那讲，18节经文讲，耶和华安尼讲，恁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但是上主说，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湎在回忆中啊。意思是安那，甲咱讲前情提要会当看。但是，敢有人8点拍开新闻，拍开这个连续剧，讲好，安尼我刷来1点钟，我拢要看前情提要，无嘛？前情提要虽讲介要紧，但是更较精彩是啥物？刷来要发生的代志啊！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安尼精彩预告来啊！精彩预告伫19节到20节，上帝甲因讲刷来要发生啥？伊讲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大地发现恁兼毋知嘛？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伫山林的走兽要尊重我，山狗甲道鸟也要安尼。因我互旷野有水，互沙漠有河，通互我的百姓我所敬的啉。看啊，我要有新的作为，事情已经发生，你们看得见。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通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连野兽也要尊重我。野狗和鸵鸟都要颂赞我，因为我在沙漠安置河流，在旷野开辟水源，使我拣选的子民有水喝啊！上帝有过刷来所要发生的代志，虽然还未发生，但是上帝亲身应允，伊就是要互迄个无变做有，互无可能变做有可能的上帝。所以过去新家的代志，毋敢若发生是伫因的祖先的顶面。新家的代志嘛，要继续发生伫遮个互掠去巴比伦的人的中间。若是看电视有前情提要，伫广告进前，佮甲你讲精彩预告，意思是叫你广告伫安那，毋通走对吧？毋通走，毋通转台，毋通拄着广告就要转台对无？吼，
人生的功课敢无介济？其他的引诱啊，这些诱惑啊，真济啊，但是唔通转台啊，唔通转台，要叫伊继续看下去嘛。但是上帝介趣味，伫遮话锋一转，上帝讲：这个舞台我拢替恁做好啊。伊对这个电视的内面，行到电视的外口，伊亲身邀请正的人，成做这出戏精彩预告这出戏的主角。安怎讲？21节安尼讲，这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要保养我的名声。他们是我为自己造的子民，他们要向我唱赞美的诗歌。什么人会当保养上帝的名声？咱的圣经讲，因为称赞宣扬我，谁会称赞宣扬神啊？什么人？亲身经验过的人嘛，对无？今仔日咱发现讲，这牧师今仔日看起来安尼面色较白。可能安尼昨暝等等真无闲，困无好，要甲介绍即个健康食品。你要甲牧师介绍健康食品的时阵，你无先食过吗？一定是你先食过，你感觉讲即个袂歹，我想要甲牧师分享，为着互牧师的身体健康嘛。所以会学了即个物件好用，会讲即个物件赞，什么人会讲？亲身体验的人啊。所以上帝伫这个所在讲，恁要亲身体验，因为安那，恁会称赞宣扬我。所以上帝对这出戏的内面，行到这出戏的外口，邀请遮的人成做这出戏的主角。虽然遮的代志也未发生，但是要提醒因着勇敢壮大，行这条。虽然一开始互因心内感觉真碍叫、真惊吓。真不安，甚至真悲伤、真委屈，这条路，上帝有缘要互因通过以赛亚先知所讲的代志，有信心来行嘛。所以咱会得到两个真要紧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咱就爱反省过去，展望未来。过去有要紧无？过去非常要紧，过去所发生的代志拢要紧。上帝并无否认过去这个代志会要紧，所以一开始伊嘛用安那前情提要的方式来提醒以色列百姓，就唔通袂记得上帝的恩典。但是过去所发生的代志，咱在读的时阵，更较要紧是啥？更较要紧是咱敢有读到迄个背后的意义啊？上帝咧讲起过去的代志，唔是要爱因停留伫过去呢？若是爱因停留伫过去，安尼好他，咱即摆就开始，咱爱来做伙欠钱，咱对咱的牧师做伙包费灵机，甲咱教会要去红海的面头前，伫遐开始祈祷，哇主啊，恳求你保守，反亲像过去共款，这以色列百姓怎样会当经历你大大的恩典？你若真实甲阮伫地，恳求你甲即个红海来擘开啊！敢真正需要看到红海分开，较知影上帝甲咱迦南教会三个伫地吗？并不是吧？是咱看见过去所发生的事，看见伫巴比伦遮受掠的犹太人，咱也知影原来这个应允也搁伫咱的中间。爱咱反省过去，展望未来啊！所以18节伫迄个所在，也好安尼讲，你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是咧提醒咱看代志，毋是干那看代志表面的事，会来看迄个背后真要紧的意义，迄个意义才会帮助咱成长进步。所以我伫新学院还咧读册，我印象真深。老师我分享一个故事，伊讲伫一间即个创立无久的一个礼拜堂厅内面，因为即个礼拜堂厅空间无够，逐个人真下客。有一天新的传道者来到伫即个礼拜堂厅，伊发现，若是莫互兄弟姊妹每一遍伫礼拜堂厅行路才下客，安尼做一项代志就会当解决。倒一项事？伊发现，将教会的钢琴对倒边刷到正边就会使。
即个空间个顺吼，大家人安尼吼袂伫遐客来客去。当伊拜六暝安尼，烀个大粒汗、细粒汗，搬去正手边的时阵，隔工透早一个真资深的同工来看到，牧师啊，你哪会当无经过小会同意，佮家己搬即个钢琴去正手边啊 ？OK， 我想，我毋是要苛刻即个资深的同工对，还是即个牧者对，根本毋是对甲毋对的问题，是咱袂记得为虾米钢琴会放伫礼拜堂听。有可能即个资深的同工，伊感觉讲，逐礼拜安尼客嘛介绍落介温暖啊，对无？而且伫咱的体制中间，本地咱就是一个有体制的教会，凡事照体制来行，好啊毋好？好啊！伫牧师的心内，伊嘛是毋是无歹意嘛？伊嘛是毋望讲安尼，互兄弟姊妹较好势。伊毋是挑讲要破坏体制，伊心内敢有尊这兄弟姊妹？有嘛？这牧者敢无好？真好啊！什么人对？拢对。但是咱需要徛伫共同的立场，就是即个钢琴为虾米放伫遮来思考，咱就袂冤家啊！逐个人欠长内度，买一台百几万的钢琴，是为着啥？是为着敢若质疑讲伊放伫倒边，还是放伫正边嘛？是质疑讲即台钢琴该咱帮咱兄弟姊妹唱出美妙的诗歌，阿拉上帝嘛？所以钢琴背后的意义是咱需要读入来到伫咱的生命，佮亲像咱咧看咱的圣经，咱咧反省咱的信仰，拢是共款的。当然，即个故事佮有后壁段。有一天，因为冤家了后，即个牧者离开即个教会。有一天转来，伊发现讲，钢琴放伫正边咧。啊，伊个问迄个现任的牧者讲吼，啊，这钢琴吼，我迄阵安尼要刷无过，啊，你是安怎刷的？吼，我为着刷这个钢琴，结果我家己爱离开教会呢。啊，你是安怎刷？即个牧者甲伊讲，这吼，我个逐礼拜刷5公分啊。刷过，这毋是咱今仔日的重点。我想反省过去，展望未来是非常要紧的事。若是咱毋望，咱要做伙来进步，过去并毋是无要紧，是过去背后的意义，成做咱的养分。过去上帝怎样咧固守咱的成败，伊即摆也咧固守咱，互咱行伫一条有愿望的路。第二也是最后一项，就是对绝望行到伫愿望。有真侪时阵，咱会感受到讲，即件代志像已经无机会，亲像过去伫埃及的人共款，伊感觉无机会，头前无步退无路。有时阵，咱会甲遮的巴比伦的犹太人共款，哪有可能？我伫遮个好势好势。要转去啊！伫遐迄无可能啊！叫逐个人拢要转去故乡，无可能。但是上帝就是常常伫无可能的中间，为咱拍开一条新的路，伫咱的中间做一项新的事。咱听见遮的代志，对伫咱的性命毋是完全无关系。你有亲爱兄弟姊妹，最后牧师分享我家己个人的故事。我想，咱每一个人拢需要面对咱家己人生的巴比伦。牧师伫细汉的时阵，我就有一个真大的期待，甲愿望对伫我家己本身。若是细汉老师讲，长大以后你要做什么？你可能想象袂到。我细汉的时阵，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你敢知？我无啥物真大的志愿。但是我细汉的时阵，我立志，大汉了后要做神偷啊！恁无听毋对，就是神偷。我细汉看迄个周润发的电影，恁应该嘛有看过吧？看伊安那咧去共偷摕一幅图，转来佫亲像英雄共款。莫讲过去，讲即摆，看过《亡命关头》无？主角冯迪所
逐遍拢去共偷摕钱啊，敢毋是？怎样伫遐教人安尼跋烂应对进退，啊，转来佫会当啊，将这物件放伫家己的落地啊，佫亲像英雄共款。电影佫卖做呢，对第1集演到第9集啊，逐个人拢去电影院看，敢毋是？而且你毋通袂记哩哦，冯迪所逐遍食饭的时阵拢有祈祷哦。其实我感觉这个人真厉害，迄嘛是我看这个电影我心内想要学习的对象。我毋是讲假，我是讲真的。所以我细汉的时阵，有一个真无好的习惯，偷摕。其实每一遍偷摕物件，这个物件无的确对伫我来讲，拢真有意义啊。但是我伫偷摕中间，毋干那是互家己迄款得到满足的感觉，亲像这电影的名称共款。我嘛伫迄个中间咧训练家己，为着要做更较厉害的神偷。奇怪的代志是，每一遍我偷摕有成功无？有成功，我拢将这物件摕倒来我的厝。但是我嘛每一遍拢失败，因为当我偷摕的时阵，我的阿母拢会发现。啊，当然互推到半小时嘛，吼，这是一定的。有一遍我实在是真毋甘愿啊！我想讲，我已经成功啊，但是为什么妈妈拢会发现？所以我就甲我的妈妈问讲：啊是啥物人甲你讲？吼，真毋愿嘛，吼，啥物人甲你讲？妈妈讲是上帝甲我讲的。所以我细汉信用无遐好，我感觉上帝是宝贝啊。我就感觉已经成功啊，为什么伊拢要甲我的妈妈讲安尼？虽然妈妈拢会发现，但是并无拍花我想要做神偷的愿望。我愈刻愈多，愈刻愈大。有一遍，我训练家己去偷摕4粒电池啊！哎，讲偷摕4粒电，我无任何的玩具，细汉阮兜真散啊！我无任何的玩具需要倒电池，你知无？但是为什么要偷摕电池？因为电池拢放伫地，大卖场电池拢放伫柜台嘛，对无？所以你若会当伫柜台顶边啊偷摕4粒电池，表示安那你技术有进步无？进步嘛，会当教人安尼四目相交，应对进退，手路阁袂歹安尼吼。我有成功。我将4粒电池摕倒来我的厝，但是我同款失败。这边发现的，不是我的阿母。我心内可能阁真庆幸，因为若妈妈发现，拢互推到半小时嘛。这边发现是我的阿爸。我的阿爸是一个较含慢讲话的人，我的印象真深。国校2年级，我伫大卖场偷摕这4粒电池，互阿爸知了后，伊一手牵着我，一手摕4粒电池，行转去迄间大卖场，共回失礼。但是我印象真深，迄是我人生一个非常见效、艰苦的回忆，因为我是跪伫迄个涂骹。伫大卖场的大门口，咧讲回失礼，非常非常见效。迄个见效毋干那是我跪伫迄个所在，是我的阿爸陪我跪伫迄个所在，讲回失礼。每一本书着。心内犹原非常艰苦，那是恁知无？伫细汉的我，并无因为安尼就拍花我想要做神偷的愿望。我将脑筋放伫教会，迄阵我的教会伫高中的时阵，
我拢会去教会读册。教会拄好对即个传统的即个单枪投影机变做较现代即款的电脑投影机。教会买2台电脑，认捌我的人拢知影，我是一个真爱电脑的人。有一天读册读了，我决定要甲教会电脑淘汰。我认为我的技术是介厉害，因为我的教会，我对细汉拢伫教会大汉，我知影锁匙伫对，我甚至毋免锁匙，我会当对教会外墙爬到教会5楼顶，非常熟的一个建筑物。我将我所行过的所在拢测过一遍，将教会即个办公室内面摄影机的卡拉摕去戏散。我心内拍算，隔工就算讲牧师去报警，绝对嘛找无是啥物人客的。我有成功无？我成功啊！我将教会电脑摕倒来阮兜，真欢喜啊！但是即边共款失败。过无偌久，我阿母接到一通电话，是牧师敲来。牧师讲想要邀请阿佑啊去牧师馆啉一杯咖啡啊。所以你唔通凊彩请我啉咖啡，因为我到即摆对伫咖啡阁有真大的惊吓。我去牧师馆，牧师甲我讲：“阿佑，牧师知影电脑是你客，你向我教会。”煞来伊讲的2项代志，我一世人拢无袂记得。伊讲第一项事，伊讲今仔日所发生的代志，牧师甲你保证，连牧师娘拢唔知。对伫一个对细汉到大汉的囡仔，这个绕射是非常大的恩典。万一这个见笑台互人知，我要安怎继续伫教会徛起？迄个时阵，心内真实感谢我的牧师伫听的中间，伊互我有机会顶头来。第二，伊甲我讲：“阿佑，出去以后。”请你所做的代志，拢爱荣光上帝，就亲像咱今仔诗班所吟的诗共款，荣光上帝。迄边我倒转来家己的房间，我趴伫眠床顶伫遐哭。迄个时阵信仰较无好，伫遐哭的时阵，嘛是埋怨上帝讲：主啊，为什么你拣选我去做这歹代志？为什么是你拣选我？为什么你无拣选我的同学？为什么无拣选我的朋友？拢是拣选我去做这歹代志？好佳在后壁有补一句话，我讲主求你帮助我，我想要改变，就安尼开始一条改变的路。但是困难才拄啊开始。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的人生甲互掠去巴比伦的兄弟姊妹同款。咱虽望知影上帝所应允老年老米的土地伫对，但是咱感觉我伫遮个好势好势，我个无需要去改变，就安尼就好吧。唔敢行迄条上帝所应允的路。当我开始想要改变的时阵，困难才拄啊开始啊。因为你讲你要改变，什么人要相信？无人要相信。已经到大学，有一天厝内底敲电话来，发现是厝内底电话，赶紧接起来。妈妈可能看我已经甲即摆同款，较大汉啦，讲话较客气。伊讲阿佑啊，迄吼，妈妈放伫饭桌顶200块吼，毋知你敢有无说你放伫你的落地啊啦？你若有爱起来还妈妈呢？若接到即款的电话，通常拢甲你讲无就无吼，切掉。但是迄边，我真是感受圣神的感动。我甲妈妈讲，妈妈，请你相信我，这个代志已经离我真远啊。就安尼，毋知是毋是阮兜无物件放弃过，但是到即摆，妈妈无搁敲即款的电话问我。但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当你要改变的时阵，困难才来。所以咱的圣经真做咱生命的前情提要，甲精彩预告。
咱应该爱伫上帝应允的内面，勇敢壮大，为主行一条新的路。伫你暗静的时阵，无人知的时阵，你感觉你有亏欠的迄个代志，就亲像咱头段礼拜前的祈祷同款，伫对的面前，主上帝为咱摆设宴席。伫咱软弱，伫咱感觉咱做毋对，要是甲人有遐嫌的时阵，咱就毋通袂记得咱是一个军队主耶稣基督的人。咱已经有上帝应允甲咱支持，互咱的人生会当通过这条路来为主做一项新的事。愿上帝恩典甲咱三甲支持，互咱真实拢会当体验迄款怎样伫撒旦手中真做奴隶，却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咱重新有新生的机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伫阮的人生的内面，阮确实伫迄个暗静，别人所无了解的家己，阮的心亲像这以色列百姓同款，被撒旦掠去到真远的所在。伫遐，阮感觉阮就是安尼，这个是现实，阮无想要搁改变，因为阮已经真安稳、真舒适。做个亲像已经第2代、第3代、第4代定根伫迄个你所无欢喜的代志的顶面，总是主通过今仔日这段圣经，你搁一遍启示阮，爱阮行一条新的路。通过以赛亚先知所劝勉的，阮知影，阮的人生毋是停留伫撒旦的中间，阮的人生是要继续进步。行倒来，上帝你原本就应允迄个老年老密的土地。愿上帝你带领阮迦南教会，阮的牧者，阮的忠实同工，以及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起做教会时阵，也是相款的心志。阮反省过去，阮要展望未来。虽讲伫教会头前有真多的窒碍，但是阮毋是要甲这个窒碍来因来破败。我毋是要甲上帝讲，阮头前的窒碍有偌大若定。阮更较要紧的是，阮望伫窒碍的面前，要去了解，要去反省，要去经验，阮的上帝有偌大。愿上帝你的恩典，甲阮的牧者，甲阮的教会兄弟姊妹三甲支持，互阮真实为你来行一条新的路。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伫这个所在，也搁一遍感谢咱的教会对伫团保基金会的支持、代祷甲奉献，才有一个短短的影片，真实的吼，牧师看毋对吼，这是旧年哈，今年咱搁有一个新的，但是不要紧，拢是要咱逐个人来说谢、来请安，咱做伙来看。我嘛感觉足精彩，我感觉失败，台湾是一定的呀。不过我同学拢讲台湾是足烂，我就是爱你。不要紧，咱虽然无法度控制别人会当讲什么话，但是咱会当控制咱家己，为着迄个更较要紧的目标，努力拍拼，对无？我看即摆伫网络顶面遐唱歌台湾的人，毋知要安怎讲。其实我过去嘛，甲伊同款，咱台湾队出去吼，足侪拢是拍输的啦。
但是后来我嘛想，有时阵吼，咱伫遐批评，并袂支持台湾队会当直直冠军的机会。所以其实咱真做有信任的，咱毋免听遐其他物件，咱就做伙家己家人鼓励，安尼就会使。咱再来看《秘书》第1章27节，独独恁件代志，着合于基督的福音。互我警察来记着恁，也是离开恁。会听见恁的代志，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用一生为着福音的事相甲出来。你看，其实咱即摆团保基金会的网站拢换新的啊，而且有真侪真水、真优质的节目伫顶悬，包含即个美好奖章的绘本，真适合咱的囡仔。而且佫有即个上新的喃喃自语，邀请陈南洲牧师来甲咱来分享圣经的内容，以及咱看到咱佫有针对即个族群无共款母语的信息，伫即个所在，咱有制作这真水的即个信息的部分，会当帮助无相款的族群，会当来流传因真水的即个旋律甲因的母语。咱逐工嘛有即个总会所出的每日新眼光，要通过教爱教会刘俊牧师的努力，互即个每日新眼光对文字变做是线顶，互逐个人通过即个媒体的报送，拢会当送到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手机仔内底。确实是甲因阵无相款，而且是愈来愈有即个节目，佮有即个影片，咱来分享甲欣赏。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过去，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看见媒体的力量，所以咱有一个真水的梦想，就是想要通过经营电视台来播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这个梦想愈来愈远，因为电视台的经营毋单单是需要真大量的资金，也是伫即摆这个时代。有真侪的窒碍，虽望是安尼，上帝有缘为着环保基金会开一片新的门。现在咱伫厝内无的确拢有电视，但是一定有会当放影片的手机啊，或是 iPad。所以咱的机会来啊，咱有机会通过专心来制作好的影像，共款。也会当完成传福音的梦想。咱的过去，亲像伫2024年前往日本要拍野球比赛的台湾棒球队同款，有真侪人真无看好因。总是当台湾队伫日本得到胜利了后，毋敢若是伫顶悬咧拍球的人，坐伫台仔骹的人，以及咱做伙伫边仔咧喊加油的人。拢同款得到荣耀，所以伫即点也要诚恳来邀请你加入媒体宣教的行列，为着团保基金会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毋忘媒体宣教的路，咱做伙为主得到荣耀。最近，团保基金会也发现，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受到这个诈骗集团影响真严重，所以今年咱即摆已经制作超过20几地的这个短影音，大量的伫这个YouTube 顶悬咧播送，这效果袂歹吼，逐片差不多拢超过1000外个人咧观看，就是咧帮助咱教会兄弟姊妹受到诈骗的时阵吼，会当保护家己的资产甲金钱的部分，所以这是团保基金会目前努力伫媒体咧做宣教的部分，也搁一遍感谢邀请咱的教会会当做伙关心代祷甲奉献，多谢大家，多谢。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36首。耶稣做咱牧者，请起立吟全首。耶稣做咱牧者，我来
请坐。所以咱即摆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欧罗你的名，感谢你过去一年来，无论是顺境也是挑战，拢是用慈爱甲信心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阮感谢你，今仔日是小年夜，明仔载就是过年，是华人上重视全家团圆的日子，阮献上感恩，互阮会当活出基督的疼甲见证。阮也期待伫新的一年，阮甲主会甲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透过每一天的读经、祈祷、领受主的话语甲教导，遵守主的旨意，传扬主的福音。保养主的好消息，这时阮奉献时间、才能、金钱，做圣工路用，求主感动。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即摆请简中义长老来甲恁报告。咱消息的来宾的介绍吼。毋知今仔日第一遍来到教会的兄弟无？吼，来，若无的时候，咱也先来欢迎吼，迄个宋牧师啦吼，咱宋牧师，咱搁一遍来欢迎伊，过来就是牧师娘甲伊的公主吼，咱嘛加大家欢迎，欢迎全家，好，来继续。咱消息报告吼。今仔日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吼，咱由宋牧师前来讲道请安甲报告，嘛请兄弟来关心大道甲奉献，那嘛多谢宋牧师的勉励，宋牧师多谢你。60周年的特刊吼，咱礼拜后若还未领取的哦，一号一本吼，到3月底截止。若无在职的迄个会友吼，你会当购买一本500块，一本500块。新春青社礼拜，咱拜二早起9点半，伫咱本堂吼，伫本堂遮来举行新春青社礼拜。礼拜结束了后，会发落每一位参加的会友新春红包，来祝大家新春蒙福，出入平安。咱1楼有
免费的二手的册本吼，欢迎咱会友来自由若有看有介意，拢会当来摕来读好。3月初8第2遍的圣礼典，要受洗的兄弟伫咧本主日就今仔日吼，区长还是小组长来报名。报税相关的事项吼，会友若有报税要扣抵的扣抵的迄个需求吼，会当来选择来填写吼迄个捐赠吼，靠读捐赠而扣除捐赠歹势捐赠扣除额单据电子化授权同意书我目睭已经开始花吼，交予干事吼。伫咧2月22进前吼，来完成申请。这申请一遍就会使吼，你以前若填过就免个申请，申请一遍以后，以后咱的遮个迄个单据吼，拢会直接电脑会当送过来吼，所以你拢免个用迄纸本吼。好来，咱今仔日2月15个礼拜暝吼，个后主日初6。这2遍的爱餐拢暂停吼，所以请大家兄弟注意。这个新的吼，台语罗马语班的招生哦，3月21开始哦，上课吼。你若有看周报第2吼，我欢迎兄弟踊跃来报名参加。资格是3岁，你会晓摸无？会晓摸迄个会友野手，摸会晓的。好你会晓英文字母、英语字母的无？26字免完全熟悉，17字就会使啊。你若会晓的时阵，会晓的就咱来报名欢迎来参加，来透过安尼来学咱的白话字，咱的罗马字嘛会当看咱以前足济迄个历史好来。敬拜俄罗的基督会，咱2月25拜3暗时8点，伫咧新堂咱新堂2楼举行敬拜俄罗的基督会来。上时嘛，请所有的敬拜台湾的同工伫7点，迄天暗时7点伫港湾伫新堂来参与这个敬拜的演习好。社区的医疗咨询今仔日暂停过来后一个礼拜后一个礼拜22号暂停一届装备课程要开始新春开始A1、A2 伫咧3月14拜6。A3 伫咧3月16拜1开始开课A3会当线顶上课欢迎兄弟你还未参加过会当紧拨时间来参加每一个阶段的课程报名费300块补充报告拄则台语的罗马语班报名费500块以上来2月22开始咱的福音约翰福音的圣经共读这是华语这边换华语伫每日6点半线顶举行欢迎兄弟同齐来参与，一开始就来领受，一透早就来领受上帝的话语。青年礼拜甲阿甲伯部分，2月21、2月28是拜6青年礼拜暂停，2月22主日阿甲伯儿童礼拜暂停请儿童甲父母同齐参加主日礼拜。天品山庄的参访2月26拜4有安排第2摆的参访，若要参加的兄弟，请伫咧1楼中岛来登记伊的优惠到3月底妇女世界公道日是3月初6拜6 10点伫咧通教会举行。3月初7歹势我真正目睭花3月初7拜610点伫咧通教会举行每人费用150请田促如、地丽珠、黄美英甲张端阳姊妹来报名好，我先来补充几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请甲咱隔壁兄弟先甲伊拜一个早年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咱今日看有真侪人已经出外提早过年不管是到中南部、到故乡，还是出国我相信伫过年中间拢需要为上帝的祝福甲带领但是咱嘛爱真感谢即个宋牧师伊拄则真简单介绍咱对旧年的即个好会咱有即个电子的投票就是即个宋牧师伊家己所写的即个程式虽然他没有当成神偷但是他有当成这个
骇客啊，有没有当骇客啊？伊伫即个写电脑程式啊，写了真好，哈，啊，伊拢免费来提供互咱教会，好，所以即摆差不多全台湾平地即个中会啊，伫选举，好，拢是用即个宋某书伊所用的即个版本，好，包括咱新的中会，好，不过宋某书嘛是真感谢，好，咱嘉南教会啊，提供一个很大的一个模组啊，好，让有300几个会员做伙投票时。好，这是他大概测试一个最大的一个模组哦，好，所以伊给咱写4个版本，好，现在能够让这个电子投票啊能够更顺利啊，我相信这嘛是咱的长老教会当对着这个时代，啊嘛真感谢伊哈替咱来节省真侪的这个时间，咱拍破来感谢宋牧师哈，上帝可以有这个温数哦，好，也当安尼马上客制化。好，所以咱的选举啊，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啊。大家有感受到有迄个新这侪时间哈。好，这个特别是开票的时候，哇，唔免底下个等半点钟。好，以前第一轮开票要等30分钟哦。好，啊，第二项就是咱顶礼拜好会，好，咱嘛真顺序来完成。好，所有议案都已经来完成。好，嘛要伫新的一年，好，包括计划，好，加这个议程。好，咱嘛有做选出这个新的董事会啊，好嘛爱来做这个推选的这个动作，好，特别是咱有这个60周年的特刊，好嘛邀请咱兄弟姊妹，会当好好来并脑来看，好，能够好好的来分享，好啊，如果你也无想要多买的话，一本是500元，好，啊你也无想要开钱啊，也要跟人家分享，可不可以？好，我们那个特刊上面有个 QR code， 好，那个 QR code 上面就这个电子版，好是完全免费的，好是免费的，好，因为这个纸本哈印的新本就超过500块啊，好，光印刷的成本就超过500块，好，所以咱好要分享啊，咱买当用这个特刊的电管的这个QR code，啊，最后一项就是咱伫这个拜二，好，今天是小年夜，明天除夕。好，咱游玩有这个新春礼拜，好，咱去年有250几个兄弟要来参加新春礼拜，好，是新春的礼拜二早上9点半，好，咱伫这个礼拜中间，好，咱来介绍咱来参加的家庭甲家族，好，家庭家族，好，我们今年就没有拍这个家庭照，好，因为我们去年已经有拍，好，已经放在60周年的特刊上面，好，所以今年是没有拍家庭照，好，但是我们会有一个介绍的时间。个就是迄间咱的礼拜奉献新春的奉献啊，好，要邀请咱大家是行来台前，好，跟去年一样，好，请大家来台前，好，所以伫咱的楼卡，好，有这个新春感恩礼拜的这个奉献袋，好，咱当早登去，当较早准备，也是当天来参加新春礼拜，好，咱游玩会夹这个红包盒啊，好，互咱大家当来奉献，好，嘛，通过咱的奉献，上帝互咱祝福，好，咱会当来应邀主，买当来感谢主。过一摆来祝咱大家新年恭喜啊！好，新年搁有跟你旁边祝福说新年恭喜，以马内利，新年恭喜，以马内利。好啊，最后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吼，今仔日金句来读2摆吼，来。我哋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惊唔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以赛亚书43章19、21遍，我哋要做一項新的事，即陣已經在發生，恁驚唔知。我要佇曠野開道路，佇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43章19、21。請咱來吟祝福的詩歌，佇聖詩400首，願主仁愛甲你同在。吟詩煞，請宋成佑牧師來祝禱，請起立。願主仁愛甲你同在，無論去啥所在，願主賜你信心的安寧。你
流我水，你无有暗暝看见主的光。咱做伙来领受祝福，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之地，互咱为主来做一项新的事。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礼拜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各位兄弟、各位兄姐新年恭喜，新年平安快乐。